严大人，有了这本账册，咱们就可以结案了。王中堂，我听您的。严大人，你怎么了？回保定的途中，住客栈那一夜，见了什么人吧？庆哥呀，他也住在那家客栈。还胡说八道！你跟着一个人离开了客栈，去见谁？严大人，我看着咱们是多年的交情，我给你机会，给你时间，你明白吗？王中堂，我并不想怎么庆哥，也想查清亏空，可是他们逼我呀，拿我儿子的性命逼迫我呀。谁？他们是谁？你说！王大人，王大人，王大人，快来人呐！大人，王中堂，快把保定府的两种都起来！好，慢，不需要我助。快呀，快去呀！总督大人，要儿子还是要王杰，你可掂量清楚。王大人，良知、良心呐！快来人呐！去呀！老爷，你不要这个儿子了，老爷。爹，你可就我这么一个儿子啊！老爷，王大人，王大人，王大人，你醒醒，王大人。独责生冤，冤乱于在，在于灭性。我说，总督大人，趁着他还有口气不能言语，赶紧把给皇上的奏折弄好，一起联名上奏啊！皇上岂得不信啊！你滚！严检刚开始的时候对朕讲了，布政使性格稀里糊涂，心思只在师父上，不安政务。言外之意，庆格渎职，但不会贪墨。王杰上了个密折，对严检拘押庆格表示质疑。可是临终之前，他却与严检联名上书弹劾布政使。朕不得不怀疑啊。微臣也觉得这个严检在京说的和回保定做的出入太大。保定出邪了。奴才广兴叩见皇上。松云叩见皇上。皇上，奴才听德林公公说，真是不敢相信呐。谁跟你说过呀？这件事不仅突然，而且蹊跷啊！松云、广兴听旨。朕着令你们入军机处行走，即刻启程赶往保定，待朕祭奠王杰，查明直隶府亏空真相。奴才微臣遵旨。皇上，奴才觉得，也有可能庆格表面上装出稀里糊涂，其实在掩盖自己贪墨，所以严检才。王杰也这么解释。奴才以王中堂所见略同。皇上，微臣另有看法。哦，王中堂临终突然附和严检，疑点甚多呀。所以朕要你们连夜启程，尽快赶到保定。皇上，微臣有个建议。讲。皇上可命严检护送王中堂灵柩进京，把他调离保定。皇上已经下诏了，让这个严检护送王中堂的灵柩回京，
二位钦差可能会在途中碰到他。是不是？别出声！师弟，我是洪亮吉。师兄，对，我是吴永，此地不可久留，快走。我马上去见王中堂。他上次去牢房询问我的时候，看得出他已经在怀疑了。怎么了？范太大人，王中堂已经病故了。什么时候？就在5天前，在总督衙门和知台大人们谈话当中，突然发的病。王中堂现在庭师何处？我要去凭吊。范太大人，请考虑您现在的处境。我也未能见王中堂最后一眼。这样吧，等事情有了眉目，我们一起去凭吊王中堂。皇上也下了诏令了，令知台大人护送王中堂的灵柩进京。范太大人，此刻您可以借此机会洗刷您的冤屈，这里有兄弟我担待。现在，我们要找到正定知县戴淑培。师兄啊，还有一个环节勾连不起来啊。怎么讲？严检身为堂堂直隶总督，为何怕我属下一个小小的私塾呢？还有，印库收凭上有我的印章，也有库大使的印章。这个王立南他是如何虚收虚抵的？呵，舒太子现在开窍了。嗨，这叫吃一堑长一智嘛。严检是出于什么原因受到王立南的恐吓，我说不好。不过，印章舞弊的事儿，只要找到正定知县戴淑培，一切自见分晓。大人到了保定，可以跟洪亮吉联络。皇上他不知道这件事情，是本宫安排的。娘娘的意思是，给洪亮吉一个展示的机会吧。那边的情况，我想洪亮吉他最清楚不过了。臣下会查清楚的。不知是严检还是王立南出的这个馊主意，让王杰死有什么好处？会更加让人起疑心呢。我担心的倒不是这个。宋云一到保定，一定会联络洪亮吉，一定得把洪亮吉支开，不能让他留在直隶。我已经给庆郡王吹了风了，要不在我离开之前，我再给成亲王捎个口信儿。一定要抢在前面赶到保定，从容安排。单凭王爷还不够啊，皇后也要利用起来。这些我来办。好。谁交给你的？派人送到我府上，没留名。估计还是周廷栋。若是周廷栋，就一定是受鬼抓狐的指使。难怪十一弟不愿意抖了安妃呀。看来鬼抓狐怕洪亮吉出现在保定。鬼抓狐是想利用我们，把洪亮吉从保定调回来。哼，我看他这回是聪明过头了。王爷，奴才打听到，王爷在保定突然病逝，皇上召见广兴和松云，着身他们入军机处行走，敕令他们连夜赶往保定。这事儿可不小啊！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
养心殿那边奴才刚送来的，安妃插手朝政，而且背着皇上。养心殿那边的内侍都是听德龄的呀。这个柱子跟他们不一样，周廷栋经常给他银子花，这肯定是周廷栋叫柱子给主子您送来的。周廷栋。爹，您这就要出发吗？大人，又怎么了？你们听好了，马上准备好，我前脚走，你们后脚也要离开保定。这宦海沉浮这些年，我没有多少积蓄，这银票是我能够给你们的。找一个陌生的地方住下，你把那玩意儿给我记掉。这些银票可不够你抽大烟的。大人，这是……我想了好久，最坏的我都想到了。这次我护送王中堂灵柩到京城，我就……大人，爹，还不至于吧？广兴答应好了替爹说话。你少提那个鬼抓虎！都怪我，害了大人的一世清白。你要疼儿子吗？算了，不谈了，不谈了，赶快准备好。大人，爹。周大人，把院门关上。你怎么搞的？广大人都急了。哎呦，不理。哎，下去了。干嘛弄死王杰？我没这个胆儿，制台大人他也没这个胆儿。王杰真的是病死的？千真万确是王杰的阳寿到了，我当时在场，只不过是劝制台推波助澜而已。当时王杰犯病的时候，制台大人叫他的管家赶紧去找郎中来救治王杰，我只不过小以利弊。制台的内人和公子也都跪下来求制台大人呐，连做样子也没有。王杰活着，对大家谁都没好处。制台他明白这一点。王杰死了，对咱们更没好处。还好，2个钦差之一是广兴大人。岳父大人是钦差，哎呀，我就知道皇帝早晚得派他下来。你别高兴得太早了，还有松云呢。广兴大人让我嘱咐你，考虑仔细，不要给松云留机会。保定上下可全凭你这个安插使了。卑职一定尽职，等候制台大人的归来。爹，爹，制台大人的公子，可真是个孝子啊！读者生怨，怨难遇灾，灾欲灭性，出自何典？好像是出自国语吧？制台大人怎么想起来问这个？顺便问问。对了，我走后，一定不要叫任何人接近藩司庆阁，特别是他的属下，钱粮库承办司书王立南。王立南，我听藩司大人提起过，还夸奖此人聪明能干。哼，是道，就是被些聪明人搅乱的。
两位钦差。严大人好眼力啊！广兴大人不向王中堂祭酒。王杰讨厌我，我若祭酒，老倔头一生气跳出来怎么办？王中堂真的是病逝的。当然。广兴大人这是什么意思？没有，感觉王中堂去的突然。哎，这人呢？人怎么不见了？人呢？人呢？你们谁啊？还不快找你们当班的去！两位钦差大人看，还不派人去追捕？卑职马上安排人追捕庆哥。哼！这庆阁能逃跑，说明他一定有问题。看来严检和王中堂并没有冤枉他，我们应该马上向皇上禀奏。那这奏折怎么写呀？就说庆阁人不见了。到底劫王神库多少地丁粮银？要说清楚。5000。那印库收凭上为什么写的是5000两？印库收凭上的5000两，是王立南从藩台大人手中骗出的凭据改写的。我们是个穷县嘛。王立南说，只要私下给他2000两，就可以少交3000两。下官听说，别的州县与王立南也做这种交易，一直没有出事，我就答应了王立南。哎，我真是个糊涂藩司啊！我应该负荆请罪啊！师弟也不要过于自责，主要是王立南这些人太贪婪。哼，因为有一个渎职的藩司，才会让王立南给钻了空子。好了，我们两个赶紧赶回保定府吧。走，驾正。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如今呀，我们可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呀！告诉知台大人，不要单飞呀！王立南，知台与你们之间的交易与我们娘俩无关，我们娘俩不在黄海。夫人误会了，钦差大臣到了，听说知台府内人都失踪了。那岂不是更能引起怀疑？严检的这个主意绝对错。下官已经布置了天罗地网，只要这庆阁一出现，下官一准把他抓获。什么？吴大人和庆阁共事多年了，难道你也怀疑庆阁贪墨？这要说庆阁糊涂吧，下官相信；要说庆阁贪墨，下官不信。这话你跟王中堂说过吗？王中堂他也不会相信庆阁会贪墨的。那这第二道奏折是怎么回事？
那是王中堂过世以后，智台大人们联名上的折子，这皇上也不相信呀。皇上要是信了，那干嘛要派2位钦差下来呢？知道的还真不少啊。下官还知道，这王中堂的第1道折子是密折，这第2道折子呈给皇上，皇上肯定有疑虑，因为第1道密折是王中堂和皇上有约定的，智台大人们怎么会知道呢？让你当个按察使，真是屈才了。我要见庆阁，你给我安排。大人，您这是开玩笑吧？这我要知道庆阁在什么地方，我早就把他捉拿了。那洪亮吉呢？你安排我见他，私下见。大人，他2位根本就不在保定，在下面各州县正在取证呢。接着查，但是千万不能暴露你的身份，他是钦差。你的人在监视朝廷钦差？不敢，下官不敢，因为下官在监视嫌犯，钦差进了嫌犯府里了。大人可知道王立南？藩司属下，钱粮库承办司书。据洪亮吉查证，直隶府一直亏空是一只小鬼弄翻了船。现在庆阁和洪亮吉正在进一步取证。不过，广兴大人和这个王立南好像很熟悉。大人您看，让你的人连广兴一起监视。现在你相信我了？这庆阁若是真的逃跑，那倒是好事儿啊。我担心的是洪亮吉，松云一定会找他联络，千万不能让他们联络上。你赶回京城，在安妃身上下文章，一定把洪亮吉从这里引开。好。洪亮吉来保定，洪亮吉和庆阁有消息了？他们现在具体在哪个州县还没有查清楚。不过王立南是什么人已经查清楚了。就这呀，王立南，他的父亲曾经与汪海棠达成了儿女婚姻。汪姑娘，对，王立南就是通过广兴干女儿的这层关系攀上广兴的。就是说，严检上次从京城返回保定的途中，在客栈那晚遇见的神秘客人，就是广兴。可广兴以什么要挟严检？有人在定县看见洪亮吉和庆阁，他们可能想在州县收集一些证据。要是没有洪亮吉，庆阁还蒙在鼓里呢。小婿可否带几个人去把他们给做掉？连洪亮吉一起杀了？对呀。让我想想。洪亮吉在皇上那里挂了号，伊犁将军想要他的命，向皇上邀功，结果丢了顶蛋。皇上不是挺讨厌他吗？
皇上有时候厌恶他，有时候又称赞他有爱君之诚。看来，能够逼洪亮吉离开直隶的人，只有皇后。一只小鬼儿弄翻了一条大船呢，想不到，真是想不到。王爷不愿意代承皇上啊！我现在决心不问朝政，做个贤王。亮吉兄，看来陈王爷有自己难处，我们不为难王爷。鬼抓狐让周廷栋在京城折腾，就是想拿安妃点拨过你这件事儿来说事儿。哦，用安妃干预朝政这件事儿，把你逼出直隶府。亮吉啊，实话告诉你，这件事儿是让本王压下来了，周廷栋没辙，估计他只能去活动皇后了。亮吉清楚，王爷您一定会送佛到西天。我还真不是关心朝政，就是不想让鬼抓狐的阴谋得逞。你说不说实话？奴才真不认识洪亮吉。后宫跟外臣里勾外连，这可不是小事儿。何况洪亮吉是冒犯过皇上的，你可想清楚了？奴才。主子，别跟这种奴才废话了，把他交给皇上。安平娘娘。姐姐这是做什么呀？小六子是妹妹宫里的内侍，千错万错，应该交给妹妹来处理。妹妹既然这么说，那你就把她带走吧。起来，起来！皇后想知道主子与洪亮吉来往，奴才没告诉皇后。小六子，皇后没有让小严子打你吧？没有。啊。小严子，去养心殿，我要见皇上。主子，小六子可什么都没承认。死奴才，就知道问安妃说话。皇上，皇后来了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后宫又出什么事儿了？臣妾是想说朝政上的事儿。朝政？你想？洪亮吉私自去了直隶府，皇上还不知道吧？据说是安妃下了一道懿旨，洪亮吉就跟着王杰去了直隶府。你有证据？皇上若是不信，可以召见督察院周廷栋询问。我一扫胸怀，青是山，路是水，花花是。让他们都停下！主，停下！都停下！姐姐，有事我会向皇上解释的。本宫刚从养心殿过来，
皇上说本公主内治，把你交给本宫处置了，还不快跪下！把安妃送到延禧宫配殿去住。我会见皇上。安妃娘娘，这就是皇上的意思。臣下已经派人去收拾延禧宫配殿了。娘娘，请吧，娘娘。这件事儿，都有谁知道？御前大臣何师太应该知道，不然皇后怎么知道安妃派洪亮吉去直隶府呢？皇上，成王爷派王府长史来恭请圣驾去他府欣赏兰花，还特意邀请了安妃娘娘，说是王府养出了一盆兰花之王，不敢独享。请皇上过去欣赏，送过来不就得了？朕哪有时间走动？哎，德林，奴才在。要不奴才去请安妃娘娘？朕不想看见她。既然11哥有邀请，那就请皇后一起去。11哥不光是要朕来赏兰花的吧？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呀？臣下无话，不过有一人要对皇上一吐肺腑。臣洪亮吉叩见皇上、皇后娘娘。起来！谢皇上。洪亮吉，你不是去了直隶吗？怎么又在陈亲王府啊？亮吉的确去了直隶，回京城是寻机向皇上辞行。承亲王说啊，你有话要对朕讲。皇上，微臣此次来是要向皇上引荐庆阁。微臣说的都经过调查，直隶府下的知州知县都可作为证人证词。王立南慷国家之慨，如一县地丁税若为1万，他承诺该县实际借省库6、7千两，剩余3、4千两进了知县私囊。王立南富余1万两印库收凭，盖用他私刻的假印。所谓实际借省库6、7千两地丁银，被王立南窃为己有。直隶府就是这么亏空的。王立南只是一名前粮库承办司属，如果总督布政使没有玩忽职守，他如何能够得逞？微臣罪该万死。起来吧。你跑遍了直隶的20多个州县，查清了亏空的根源，也算是吃一堑长一智吧。直隶布政使府有这样的私属，借省库地丁税有这样的漏洞，那么其他各省必然也有类似。皇上圣明啊！有2点疑问，你必须回保定马上查清楚。你说王立南私刻假印，一定要查到，这是证据。还有，王立南用什么要挟住严检？微臣遵旨。皇上，臣妾知罪。上次你拦截王杰，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这次你又冒格子。皇后找到养心殿质问朕，朕都没法替你说话。臣妾知罪，臣妾以后不干预朝政。
亮吉帮了庆阁，也算办了件好事。你回上中宫吧。谢皇上隆恩。收拾东西。皇上，今儿个不早朝了，皇上不多睡会儿？睡不着啊。去，把戴旭亨给朕传来。皇上，戴大人这会儿恐怕还没睡呢。嗯，皇上忘了，是皇上让戴大人为王中堂病逝草拟诏谕。奴才想，他这会儿还在忙吧？啊。主子，养心殿传话过来，皇上因为王姐爷病逝，睡不着起来了。皇上一定饿了，走，我们去御膳房。皇上，要不奴才把安妃传来陪皇上？算了，朕睡不着，也别搅得别人也睡不好。这谁？护驾！拜见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皇上只是今天心里有事睡不着，臣妾天天如此。你天天都这么早一个人来？除了刮风下雨。皇后娘娘为何就一个人？寇儿、红儿怎么没跟着？皇上只是偶尔失眠，都不忍心打扰别人，何况臣妾长年累月如此，都让他们跟着，受得了吗？皇上，臣妾陪您走走。朕呢？真应该让太医为你诊治你的失眠症。皇上不知道，有些病是药无法治愈的，药对臣妾不管用。你已经身居6宫之首了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？皇上，臣妾也是女人，和安妃苏婉妮瓜儿一样。皇上，哟，皇后娘娘也在呀！我给皇上做了些早点，要不咱们大家一块儿吃吧？不必了，我还不饿，你们先用吧。臣妾告退。皇上，王杰的灵车到了。
去看看。这。启禀皇上，严检已经病故，留有遗书一封。皇上，王中堂病逝，微臣有救治不及之过，愧对圣上，无颜面见驾，故以死谢罪。宋云哪，现在看来，直隶府的硕鼠就是庆阁。哦，何以见得呀？庆阁若没有罪，他为何逃走？还有，他一逃走，严检就在护送王杰灵柩去京城的途中自杀了。广大人的意思是庆阁要挟严检？没错，一定是这。广大人这么肯定，那我们就这样向皇上呈奏吧。宋云大人同意了。圣旨到。军机大臣、兵部尚书松云，军机大臣、左都御史广兴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着军机大臣、兵部尚书松云，军机大臣、左都御史广兴回朝。直隶亏空一案，交由直隶布政使庆阁、按察使吴永玉接办，钦此。